也是一样在做在部落的工作，然后也是会创作。后来有一首歌，我们就这样子认识了一首歌了，因为一些朋友那个朋友是资本的，台东资本卡迪布，这首歌叫做《夜空》因为要让，因为现在很多族人都很会创作，可是他不会去理那个要不要去政府登记说证明这首歌是我的，因为很奇怪，为什么我的还要拿走？就没有办法理解那个所谓的那叫什么版权法律那个什么的，就我的歌，如果我的歌你来说是你歌的时候，怎么会就是很单纯不会有，就会觉得说不会有，应该不会有这种，对吧？然后这首歌是叫为了要让大家知道这首歌的发源地，所以我们唱的时候就叫它《资本夜空》，为大家带来这首《资本夜空》，带大家去台东一下。左边的前到。
默契真的太久没见面了。预备，快，开始。我还是